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全隊 Maggie。呢段片嘅標題唔知會唔會令你覺得有啲拗頭呢？其實係我讀完一個舊約故事之後，聯想起一個幾普遍嘅心態，而呢個心態呢，又會令到唔少人棘死咗自己。所以今個星期就好想同大家傾一傾啦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幫手啊 ，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因為呢個小小嘅動作就可以令更加多人睇到條片。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你電入聯絡我哋。令我有感而發嘅呢，就係《士師記》第4章裏邊夏瑣王嘅一個將軍西西拉。當時嘅夏瑣王好巴閉㗎，軍事力量雄厚。4章3節，耶賓王有鐵車900輛。他極力欺壓以色列人20年。當時係鐵器時代初期，好多人呢仲係用緊青銅工具嘅咋，可以有一架鐵車呢，好唔簡單啊！嗱，雖然我哋真係唔知佢有幾厲害啊，但係呢就可以知道西西拉呢係攞住當時最先進嘅武器去打仗啊！如果用而家嘅時代做類比呢，就好似有幾百架最新款嘅無人戰機一樣咁咯。所以當要攻打以色列嘅時候呢，4章13節，西西拉就召集他的所有鐵戰車900輛及全軍，從外族人的哈羅切來到基順溪谷那裏。基順溪谷呢，一帶都係平原嚟嘅，就啱晒啲鐵車行走啦。西西拉可以話係贏硬啊，但點知神呢就令到基順河嘅河水暴漲，引起急流。4章15節，西西拉跳下車，徒步逃跑。一般嚟講呢，呢個故事嘅提醒就係，無論你面對幾艱難嘅事都好，就算所有嘅形勢都好似已成定局，但係神永遠係有能力去超越呢啲困難，做一啲超越我哋智慧嘅事，去改變形勢，開出一條新路。但係我今日呢，就唔係想講呢樣嘢，而係呢，就想講下西西拉嘅鐵車咁勁，但係呢，當河水暴漲、滿地泥濘嗰時呢，反而呢，就成為佢嘅負累，搞到佢要跳車先至可以逃命啊！換句話講呢，一啲似乎屬於人生勝利組嘅嘢，未必個個人都係適合嘅。死攬住嘅話呢，反而會扼殺咗你添啊！近呢1-2年呢，經濟環境改變啊，以至身邊呢都有唔少朋友要小心翼翼咁去揀工作，因為好驚呢會錯失咗一個好好嘅機會。通常遇到嘅情況呢，就係呢有2份工。一份工作嘅人工高啦，又係穩定啦，屬於一啲人呢係夢寐以求嘅工種嚟嘅。但係就好衰唔衰啦，呢份工呢又唔啱自己嘅性格，做到好力不從心。而另一份呢就啱啱相反啦，啱晒自己嘅性格同強項，不過就唔屬於金鎖匙級嘅職業。咁究竟要點揀先好呢？我就認為，其實神俾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特質、唔同嘅強項同埋唔同嘅弱項，目的咪就係要放我哋喺唔同嘅崗位上邊咯。雖然西西拉嘅鐵車係好厲害啊，但原來呢，放喺唔啱地方，只會搞到車毀人亡，因為根本就係錯配啊嘛。所以如果我哋夾硬去爭取或者攬住嗰條金鎖匙，反而就會鎖死咗自己本身嘅潛能。記唔記得聖經裏邊嘅人物啊？佢哋個個都有唔同嘅崗位噶，唔會搞亂，因為神對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計劃啊嘛。既然神俾咗一啲個人特質你，佢都唔想嘥咗你噶，總會預返一個適合嘅崗位俾返你噶。多謝大家睇晒我哋呢片。如果開始嗰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呢，麻煩而家幫手撳一撳個掣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